伫咸水溪提丰道路，这台往北的箱仔车，规台车已经翻倒伫路边，一路上拢是破碎的零件。要向前一看，这台往南要到市区的白色旅行车，竟是伫遮弄上路手，车头全毁，会当想象当时的车速。好在在树仔挡条的无冲入面体，也无效果，不堪设想。至车主才紧急送病院。盐矿分局交通分队赶到位，除了处理事故、维持车流的顺畅，也表示2位男性驾驶拢通过酒测，初步研判是车主当时精神状况无好，无小心跨越双黄线，才弄到对向的车，造成严重事故。至详细原因，也需要鉴定厘清双方的责任。这条盐矿咸水溪提丰道路是民众来往南科真正用到的替代道路，虽然离边，不过车流量真大，加上路况只有8米，所以提醒驾驶也是要真细腻。今日新闻，阮子采访报道。